歌，没恰恰有你冲。他都很清楚，知道吗？水通流转好，哇，太过分了，闹热。来，看比赛，看比赛。哎，山歌流那唱啊，心落开哟，莫将我心酸。闹热到你睇，闹热向下來。各位同事大家好啊，蒙古啊。來，今天大家好。好，也來到天意禮拜嘅安尼。誒，香港擂台賽，累積分數190分哦，金妹大家加油哦！係啊，係，等下佢要獎金好靚係哦，啊，有3紮現金獎哦，最高5000塊，5000 K 哦，5000哦，5000塊還有很多3000哦，還有1000的哦。哦，好了，比賽之前的介紹的評審先生啦。哦，歡迎劉碧婷先生、羅桂麗先生、王義煥先生。要開始比賽啦！有準備好了沒？傳獎金了哈！哦，可以哈。啊，要不要把5000塊拿回家？要，對不對？你爸爸賺那麼多錢，還要拿5000塊？想得到5000塊的舉手。誰想要拿？誰想要拿5000塊？其他還好，是不是家裡不缺錢？不說對了，應該是的。應該黑了，好了，哎，好了，有請 TV 啊 ，TVB 黃陳燕帶來基種法。哎呦，好糖哦，好糖哦。帅哥，陈燕赞哦，真的，冲到一條熱咯，真的好有冇啊？
绑感情。哇，好有情感面。如果讲佢想到佢细时节冲过，咩黑暗哦，我可能小时候应该就是像他这样子，真的哈就自己很陶醉，然后就自己。你细时节就好冲过嘞哦。我大概小学那时候就听于天于大哥的歌嘛，嘿又是花，就会很有。夕阳西沉。你讲小号，对呀，就这么老派。对，差不多。哇，真的哦，有厉害呢。然后就学给我哥哥他们看，像不像？像不像？他们说啊，像了，像了，像。但那小时候那个声音根本还没变哎，啊。还蛮边上。哎呀，蛮边啊。不过佢竟然冲到青条呢嘞。我是看到未来的罗时丰。真的。很棒哦。没有了。哎，罗时丰17岁出道红到老哎。没有。嘿嘛，加油啊！哇，看到未来的刘德华。嘿，董演导。对对对。哦，黑某，李汉清优秀，又是学校模范生，模范生，还有各式各样才艺表演。哦呦，自己还是个 YouTube， 哎，对呀，还是 YouTube， 看的人多不多？有多吗？其中一般来讲应该有。你做那个内容，就自己弹乌克丽丽，对吗？对，还有一些篮球小技巧。篮球小技巧，打篮球哎，小技巧有什么小技巧？运球，作弊的技巧吗？运球，哎呦，给按塞了子教篮球技巧。哇，那个从小就是很厉害，就有表演欲啦。嘿，哎呀，那没好分用。对啊，对啊，哎嘛，那这样就很适合走入这个演艺圈了。没错，没错，没错。对啊，走进大众社会。哎呀，你们还有纯音乐表演？来，有什么才艺？来，你今天要弹乌克丽丽，要吹唢呐还是要吹喇叭？可是乌克丽丽你上次弹过了耶。对不对？外婆的嫁婆会捧福完嘛，是不是？今天不会是同一首歌吧？不会。哦，不一样哈。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了，好不好？好，来弹快乐，弹快乐。佳音的英语舞台剧演的歌吗？不是，不是哦。哎，你英文发音懂厉害呢，给他发音清后呢，很算准呀。一准啊。哦，至少比我准啊。哎，这地板的，没有啦。哎，发音以后呢，难怪会去演英文剧1小时。哦，优秀呢。哎，真的厉害。哎，我看到那个录影的是你爸爸吗？系啊，叫爸爸。对啊。几副卡进来呢，还有个应该是阿婆吧？啊，妈妈嘞，妈妈。妈妈help boy。哦，还好你长得像妈妈了，对。哎，爸爸怎么了吗？让我看一下。哦，真的像妈妈哎，还好，没有啦，没玩笑啦，都有凶了。我觉得集结优秀的基因，集结优秀的基因，真的很厉害，你真的。你很有机会演艺圈，1小时，好好培养好不好？表演，爸爸妈妈真的好好培养一下。他在舞台上好自在哦。对啊，那懂厉害。你自己要努力哦。不管任何的才艺，你都要好好学习。对，好不好？不是只有乌克丽丽，你可能要学其他的东西。钢琴啊，或者是什么，就包含音乐的部分，都要好好学一下。如果想要走音乐这方面的话，对啊，好不好？可以哈，好。好，没有问题哈。好，冲出来，来向 Viking 先生来公平哈。好，陈燕，陈燕今天让爽利百孔勇，就是在舞台上面就是非常自在，然后享受自己唱歌。对，唯一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那个陈燕有学唱歌吗？有学，对不对？那你有没有学乐理？那你知不知道越剧？知道，对不对？那你今天有一些地方。一支扎看起来手枪引卡灯，一支扎就断掉了。然后还有一个地方，
那个发熊，你会把发熊连在一起讲，还是讲发熊？那个时候唱是断掉的，是断掉的，对不对？所以你要要往前找，就是你换气的地方应该要在哪一个地方换，然后才不会唱到后面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断掉，这样就会很可惜。对，只有这个地方我觉得一点点小缺点，再加强好，你就整个都很完美，然后就长得很帅，真的好上相。对呀，然后自弹自唱又有魅力，这样子，下次或许可以考虑看看，就是自己弹。然后自己唱，对，自弹自唱。你现在应该很多女同学喜欢你啊？会不会？没有，他不知道，爸爸妈妈在不方便说。会不会有女生偷偷写情书给你，偷偷传简讯给你？没有，唔怕啦，好，要突俗啦，皮勇给去加兴趣，系冇？他是应该很有福报，你看他耳垂，嘿，好漂亮啊！嘿，你真的。罗哥要不要认做干儿子？先认哈，对啊，先认以后红的蹭他，对啊，黑毛，真的，好了，来，看一下几个分数，看一下王晨燕嘅分数，97.3分，用礼拜累计起来係194.6分。哎呦，恭喜，好来，这样就做的厨房堡嘞了哈。请往那边走，来，嘿，来我们这边总共有生意长，那出哪一张？你要抽哪一个？有5,000的，有3,000的，有这个哦，你拔得到吗？自己拿起来，你自己拔。好，来我们到场中央中间回救。对。来，我帮你拿这个，你自己抽看看。快点马盖，看你的福报有多大。来，马盖，童趣包包组合礼，来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来，童趣包包组合礼。人家这么成熟的小孩子，你拿个童趣包包给人家，说不定他喜欢紫色啊？你喜欢紫色吗 ？Purple，Do you like it? No。OK 吗？这个，可以哈。还有这个哎，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蜡笔小新，它不是啦。不是吗？这个才是蜡笔小新啦。还有小白，还有很多东西哦，很棒啊！你喜欢吗？可以吗？啊，OK 啦。那如果5000块跟这个，你喜欢哪一个？5000块。小朋友就是小朋友，很哦，好老师，很哦，5000块，当然啦。好了哈，非要这个东西，对，不错了，运气很好哈。对，至少是一个礼盒哈。对 ，OK， 恭喜，加油！你自己好好加油啊，好不好？好，以后演艺圈靠你了，真的。谢谢。是，他好可爱。好嘞，杀下来。杀落去菜嘅，还有有限帶來寬同法。來，彈過啦。有头发呀，有头。
真的。宽筒发哎。也很顺，我帮他下发呀。真的哦，不好意思，我蹲不下哈。你站着就好了。好，我们一起仰望你。我半蹲哈。还有优涵几多岁？6岁，你6岁对不对？你现在是姐姐是8岁。对，所以姐姐已经上小学1年级了。我上2年级。国小2年级啊，你还是幼稚园啊？大班啊。那你想不想去念小学，跟姐姐一起上学？想啊。那明年就可以跟姐姐去一起念小学了，对不对？对呀。对。开心吗？开心吗？开心啊！就手牵手一起去上学。好，那你明天希望你赶快进入小学1年级哈，好不好？好，跟姐姐一起手牵手，去上学。我们小手拉小手，走走走走走，一同去上学。姐姐做了一个为难的表情，我第一次看她脸部变化这么丰富，她做了一个。给他对不起。怎样啦？你怎样啦？好了，我们唱完了，他们想要拿红包了啦。来，先蕊堂欣赏贡品，向桂丽欣赏。彩杰、佑涵，又见面了哈。正经东西吧，你用啥呢？怎么办？等一下。除了打分数之外，我在想还有什么方式可以给你们2个鼓励？哇。小门，我想问你们2个一个问题哈。你们来闹热比赛之前呢，你有在其他的场合唱过现场乐队老师伴奏的这样子的表演或是比赛吗？有没有？没有哦。所以上一次你们来唱的那个小刚老师乐团帮你们伴奏那一次，那是第1次，对不对？第1次，今天第2次，对不对？今天第2次，对不对？对不对？第2次唱歌了。哇，你好棒！来，给自己掌声，来。先拍手一下。好，他说，我知道你们平常老师教你们都是用那个所谓的伴唱音乐教你们，是吗？对。好，那这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听得懂音乐，你们会跟着音乐去唱。你们今天唱这首歌，本来它是一个流行歌曲，宽懂吧？你们唱完之后，我发现，你们是小朋友，那你们用小朋友的声音，把这首歌诠释成一首童谣。这也是很棒的一种诠释，真的要好好的谢谢你们老师把你们教的这么好。然后要记得，就是说，只要对音乐的热忱不变，你一定会越来越好，好不好？加油！好棒，老师说好棒啊！那我们就要看分数了。来，有红包后嘛，后拿嘛，好不好？来，来看下来看蔡杰还有优涵嘅分数。来。96.3分，累计分数係192.6分，恭喜！有啦，我們要抽紅包啦！來，2位往那邊請哈。好，蔡健還有喊過來哦。好，很快你那一張當紅哎，阿姨幫你拿好不好？你要下面的可以自己。一個人抽一個。一個人可以抽一個哦。你們有2個機會哦。來，妹妹先好了，妹妹你想要哪一個？跟阿姨說，你要哪一個？這個啊。這個。好。那你抽，你先拿着哦。好，來，姐姐呢？姐姐。蔡杰我那一張2張哦，來，好，拿着哈，過來，來，你轉移嗰邊哈。過來。哦，佢中了哈。來，你姐姐先來，姐姐先抽。什麼東西？看黑馬街哈，看有出到5000塊冇？夏天不怕你渴。買東西啊？啊？哎呦，你甜唔驚唔追着啦哦。它是飲料嗎？唔啲呢。我打開了看，有一點重量哦。來，這是姐姐的，先從大塊來。這邊。哇！都是水壺啊！好多杯子哦。來，都是水壺，來看一下哈。東東呢？有沒有多少？很可愛的水壺。好多個水壺哦，夏天不怕你渴。正經呢，你要50全部黑嗎？全部水壺哈，用多了吧？你可以慢慢用，還可以分給你妹妹用。對，分給妹妹用啊。好，來看妹妹的。我幽靈幽涵來，困出的嘛該，拿得出來嗎？卡哇伊夢幻禮袋，哦，卡哇伊。這個比較可愛一點哦。給美樂蒂黑冇？
你爱美乐蒂吗？这个是不是美乐蒂？对。是啊，你喜欢美乐蒂吗？喜欢哦。刚好跟你们今天穿的颜色一样嘞。你们可以分享分享杯子还有美乐蒂的东西。哇哦！你根本那天也是大手笔呢。哇！青岛东西呢？你们两个回去互相交换一下啊，互相一起用好不好？一起用啊！什么菜给含悠悠好不好？谢谢，来这个要不要？还是阿姨拿走？你不要吗？要不要？还人家啦。不要啦。好，谢谢了，来8号了，来杯子。啊，勾着，比较像贵妇啊。OK， 好，谢谢你们好，回座休息。好。好可爱。等一下，给把个安胎一推啊哟，多东西呢。哦，这个小孩子抽到这个应该该不懂听啦哦，那青岛东西啊。对啊。你们三个可以交换一下。陈燕如果想交换，可以交换，他好多杯子哦。对啊，可以拿东西遗物。遗物啊！你们看一下，彼此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对啊，他们三个，他们这样对望，好可爱啊！我等一下，做得搞不一下了哈。好了，哇，沙好了，沙了，顺可以期待来韩国。好来韩国啦。我一條歌適合唔唱啊，係啊。當有感情嘅歌。對啊，係啊。韓歌咩叫有人唱 ？Tonight we。唱得很清楚，知嘛？佢唱到嗰邊哽咽啊。We。所以你剛就被我聽得很清楚，懂清楚啊。誒，你係咩經驗啦？對啦。佢將出嚟表演咩？佢到時出嚟表演。今年沒有嘞，從個有共同有開始嘛，金錢就有了，是不是嘛？哦，你們學校是不是你那個好搞哎？
品珍高中。品珍高中，品珍高中都是出野球的那个。野球青有名的棒球明星的。哦，前一称那个经典赛。炸裂陈子豪，还冇叫阿张问个通众有冇比炸裂陈子豪，那样用比吗？炸裂孙凯琪，系冇？哦，我转音也好教嘛，也条嘅球员要转音分享系啊。會有一擺去有轉來分享，不過嗰擺我唔啲學校，我冇看到。冇看到，安大宋，哎呦，棒球明星的冇看到。應該人山人海吧？啊，對呀。要報名啦！要報名哦，要報名哦。要不然你就去當啦啦隊，每天就可以看到很多棒球明星。炸裂！哎，個啦啦隊會練習咩真辛苦呢？真的。哎嘛哈，每首樣用表現。衝突嚟哈，唱欣賞來公平，唱一環欣賞。欣賞好。凱琪你好，好 OK， 因為上禮拜唐你係邊跳邊唱嘛，下禮拜看到你唱慢歌，其實我蠻驚豔的。哎，真的呢。對，其實兩首歌東南嘅係幾個旋律其實蠻曲折的哦，就是他一下走到高音之後又回到低音這樣。對，雖然剛剛那個有點被我們聽出來，他瑕不掩瑜。對，但我覺得他的低音處理其實很好聽。人之常情都會這樣。你不咳嗽嗎？我咳啊，對，你不破音嗎？對，破可多了呢，還蠻好。厲害的點就是他其實會用自己的方式，去改個諷刺，去化解說，哦，我現在在演出的舞台上，所以我還是要拿出我現在正在表演這首歌的感覺。在舞台當紅的感覺。超。可是我對你嘅例如說你在這首歌的每一個段落，其實都還是有做一點屬於自己的音色上的表情，所謂的表情就是例如說你有強有弱，然後有些地方你有收，有些地方你有推，我覺得這是非常厲害的地方，因為它很難，對。然後還有一個我覺得非常值得讚許的，就是你非常會使用麥克風，有嗎？他在唱，咳嗽聲音都聽到了。沒有，你在衝真音的時候，他會拉比較遠，然後他也知道他自己的假音。比較聲音會比較小一點，所以你在衝假音的時候，他就拿很近，所以你可能父母差啦，跟那個咳嗽，在耳機裡其實聽得蠻均衡的，對。然後我覺得以16歲的這種舞台演出經驗是非常非常厲害的，對。所以我自己是蠻喜歡你今天的演出，對。好，欣賞。好，看一下孫凱琪嘅分數。哎呦，真高分呢，97.7分，累計分數195.7分，過關。這個過關，這分數那麼高，是不是直接給5000塊？好啊，你看是哪一個？可以嗎？可以，來往那邊走，往那邊走。看會挑絲出來，這靠運氣啦哈。所以今天分數高沒意義。係啊，有過關啊，看運氣啦。嘿，你吃到哪一隻？2隻，來同出好嗎？看過我的手會不會？等下沒有，不要怪我。變500塊。本來5000的過你的手變500。應該唔會吧？對啊。嘿，來哦，搓一下，自己出來看一下。哦！要分我一半，分我一半，分我一半。哇哦！5000塊哎！哇哦！耶！哎，5000，炸裂！孫凱琪，炸裂！孫凱琪，哇，恭喜哎！5000塊哎！哇，你還青島錢的呢？係嘛？你咁搶哎！哎呦，你這個幸運之手，對，瞄一下，對，哦，他剛剛下巴都快掉下來了，真的，小心老爺哎，哦，恭喜呢，5000塊，哇，哈，好，大獎被你抽走了，還有3000，還有錢哦，3000的哦，不要氣餒，不要氣餒，好，還是有機會，還有現金獎，今天不要嘟嘴巴咯，所以這個獎金要怎樣，留着自己用還是？自己用嗎？自己用，自己用哦，你們就抽了啦，所以不給媽媽就對了。
妈妈可以请他吃个刷刷锅，好不好？对，请妈妈吃那个素食餐就好了，麦当劳比较便宜。好了，谢谢，恭喜，继续加油。我做休息。哎，唔请客喂，出题嘞。哎呦，没关系，还有其他奖项。還有啦，哈。好 ，OK， 來沙下來。沙來，羅醫生還有羅蜻蜓帶來西邊李太公。來，彈我啦。你現在進入那個科系以後，音樂系啊，黑毛有混了黑你還夢想嘛？有冇個困難嗎？就是因為大家不是本科，就是都有玩過團，然後因為我高中就是不是這個科系，所以就是剛開始上大學的時候，前2個月還3個月，每一個禮拜至少哭1次。啊，壓力那麼大，會很挫折，黑毛。對，吃東用太幾個都要離婚，就挨一撒天都。你對這世界信心是因為你跟那些比你強的人比較，看人家。按不跳，踏入球控不住，不是讲太切骨，哪有练舞？跳出那大切骨，听口令吃枪术，吃太切骨，加了米下谁平内一太高。按不跳，踏入球控不住，不是讲太切骨，哪有人不？卡住那大切骨，听口令吃枪术，吃太切骨，加入米下谁比内离太过。你们要你们两个要出棚了，是不是？对啊，退后。你们刚刚在这里，对啊，一直往前。你们可以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还是看到爸爸妈妈在那边，是不是啊？所以刚刚爸爸妈妈有比吗？刚刚有吗？有没有？刚刚爸爸妈妈有没有比跳舞？有吗？没有，没有，他都是在帮你们拍照而已。哦，你们走到前面要拍比较清楚，这样是不是？你们两个在家里会不会吵架？有时候会。谁比较凶？我。你哥哥比较凶哦，你是哥哥哎。你会打妹妹吗？哦。会不会？有时候是他先打。先打你，然后你就打回去这样。哇，你们两个打架一定会被爸爸处罚吧？会啊。是妈妈处罚你，还是爸爸处罚你？都有。都有。哎，193呐，打一下。那是不是你们不乖，爸爸妈妈才这样？对啊，乖的时候都不会怎么样，对不对？对。哥哥很厉害哎，爸爸听说在家里练我的歌哎。哎呦。他说他下次要挑战把灯关上。哎呦，哇！你下次来我们节目又要唱《Love for After》是不是？是吗？应该是哈。哦。你爸爸都在家里有练习，对不对？对。我下次想要听听看，好不好？不知死活的家伙，不是。因为那首歌不好唱啊。哎哈，小蕊堂飞行欣赏公平哈。好嘞。好，那个玉成，然后静婷，5000块没有了怎么办？
还有3000，还有3000块哦！我要问他们呐，5000块没有了怎么办？没关系，没关系爸爸会赚钱。对呀，爸爸会赚钱，我家很有钱。爸爸办一场演唱会就赚不止30万，对，给你可以卖1万。我要问的是，没有5000块唱歌也很开心，对不对？对不对？对哈，所以没关系，下次我们还有5000块的机会，然后我们再来，对不对？好不好？好，今天还是很厉害，哥哥的16吨，下次又可以变唱跳歌手，哎，他都跟得上时代。下一次46吨啊，然后唱那个，然后唱把灯关上，唱把灯，对。好，非常赞，紧张，很厉害，赞，好，紧张共赞哈。好了，那我们就来看分数喽。看分数，我2礼拜累积有潘范拿到奖嘛，哈。好，来看一下罗一审还有罗蜻蜓的分数。好嘞。哎呦，有啦，有嘞啦，96.3分，罗一姐分数是193分，恭喜过关喽！我们来唱红包，来，可以一人。你们可以选一个，上面的阿姨帮你拿。选一个，你要最上面这个是不是？阿贝帮你拿，阿贝帮你拿。阿贝帮你拿，好。好来。来，罗一晨呢？罗一晨，那哪一张？帅哥。哪一个？哎，我真的现在越看他越帅。这个，好来，那我们回舞台中间来猜。哎，盛爷拿到风包，哎，正紧冲呢，没演出来。好来，谁要先开？谁先开？他先开。他先开，哥哥先开。哥哥看一下是什么？哦，他也是呼吸嘞。哦，哎呦，3000块！哎呦，哇，第2大奖哎！哇，很开心吗？这要给爸爸吗？当自己零用钱，你说了算就对了。你说了算。你要自己存起来的。对，哇，好棒啊！那换罗静婷来。那问题是，真的太丰富，真的太丰富。到底有多丰富？哦，英国黑泰国来的东西吧？哎，也很棒哎。泰国花生哈。对，你看好多包包哦。他很急耶，你看。还有伞嘞，你看，喜欢吗？罗静婷，还有杯子，哎呀哈，还有，我想说太丰富了，这么小一包都比他们2个小包了。太贵给他，有2个牌有没有？来，这包给你。OK， 好，这包给你，叫哥哥请客，好不好？你这一包拿回去跟哥哥分享，这3000块你们一起再去吃好吃的东西哈，可以吗？好，可以哈，好，哥哥说好哎。好 ，OK， 好，谢谢，回去。好，这个给你啊，这个给你拿回去，他想要把麦克风给我。好，你放回去，交给下一个。好，大家可以交换礼物，大家彼此看一下有什么其他的东西搞不一样。OK， 好，沙來流程2帶來以上應該放嘅。我來彈過啦。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用礼拜是对我健康好比较抒情的，对，跟你平常我对你的，做嘛按你按太紧张哦。我创2种歌的对你来讲是挑战，系吗？有一点挑战，有一点挑战，因为平常真的不是这种风格的。哦，哈秀。因为小时候看你小时候冲挑，不是我小时候，你小时候来比赛的时候，我看你真的就是非常的气氛表演那种，然后你就是那种任何什么风雨你都不怕，这样，就是很稳的就站在这里，然后就表现都非常的稳定，C位就是他的，毫无悬念这样。对。不过其实他真实来讲，或是音乐2条路嘞啦，系嘛吼，其实他读太好嘛，读个音乐呢嘛，系嘛，吼音乐系，吼之前甲妹妹亲手啊，主要讲其实上来特别了才特别读书嘛，吼。啊，了他经营算是一个真正正规训练以后，吃动用心情当风。同条摆上上伊无强用吼，怎么样？怎么了？对，怎么了？真的你现在进入那个科系以后，音乐系啊，黑毛有不然你还梦想嘛？有没有困难吗？就是因为大家不是本科，就是都有玩过团，然后因为我高中就是不是这个科系，所以就是刚开始上大学的时候。前2个月还3个月，每一个礼拜至少哭1次。压力那么大，会很挫折，嘿嘛。对。吃东用太起家都按离婚，就挨3天唔多，那种感觉。你会觉得你跟不上？就是会有一种差距感。真的有差距啊！你想一想，因为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参加过闹热打擂台。因为我就是进去不是练唱歌的，我是弹电吉他的。我数。然后呢？那你就是想要也有他关系幕后吗？还不一定？我说你现在比较习惯了嘛？习惯一点，就比较适应那边的生活。也跟大家融合了哈。对，天天的来啦，天天的来。既然都有兴趣、有梦想，就要让它发光。对啊。但是需要琢磨的路，找出自己的这个厉害的地方。你跳舞很厉害啊，对不对？我不是演艺事业系的呀，也算啊，相关啊。不一定要那个戏，要有热情。对啊。要有热情，加上才华，还有大标，你要努力，嘿嘛，哈。等到机会来了，你就做到了，你就努力啊，你就亮相了，就会按用，嘿嘛。好，OK， 来，冲水来，唱歌你欣赏，来，公平一下。陈瑜，刚刚听你这样讲哦，觉得。心里面被你感动了一下，你那个主持人一句签那个一言难尽，你好像就把你心里面的千言万语都讲出来哈。我先跟你分享一个我小时候的故事。我小学1年级的时候，我爸爸就送我去学唱歌，然后我那时候老师只教2个学生，我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是女生，然后呢，她比我小，好像1岁还是2岁。每次上完课之后，老师都会交代功课嘛，对不对？你今天回去练什么这样。结果第2次去上课的时候，老师叫他当场验收啊，来，2个来唱上个礼拜教的什么。唱完之后，我那个老师他当场跟我说：“你看你唱的多好，你唱的什么东西？你下礼拜不要来了。”哇！我当时候那个挫折真的很大，虽然只有小学1年级是7岁嘛，可是那个打击真的很大。然后后来我就发誓，好，我将来就要走演艺事业。我从7岁我就发誓，我要走我就要唱歌了，我要写歌，我要唱歌了。这是一个压力，是一个怎么讲？敦促成长的动力。对，你把它转换成动力。现在是可能在你周边会有很多很优秀的，像你讲的本科的那个学长姐啊，他们出身的。那当然呢，
因为他们比你接触的久啊，他当然比你好啊。你不是比他们差，只是你学的没有他们多，你懂吗？时间给你，你一样可以很好。我记得你以前小时候来比赛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刘成瑜是非常有自信的，非常能够展现自我的。你从来不把比赛当比赛，我觉得你是把比赛当你的演唱会那种感觉。你好像是不屑周边所有的人。对啊，甚至你也不会太在意评审今天给你的分数多少。我就是刘成瑜，我对你小时候的印象是这样。那我现在问你，当初那个刘成瑜跑去哪里了？是不是因为学校的压力种种的过程？让你是这样吗？以前会觉得自己唱歌很好听，然后现在就是觉得，我唱歌怎么那么难听之类的。你对自己世界信心，是因为你跟那些人比你强的人比较了。那我们讲找一个弱的跟他比，你就有信心，也是一种方式。对啊，当你觉得你比这个人好一点的时候，你再找一个稍微强一点，你再跟他比。慢慢你就会进步嘛。每一个人进步的方法不一样，但是要自己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的时候，就往那个地方去走，好不好？那我今天就给你这些鼓励，加油！适才适性很重要。其实，冲狗两种东西都在训练的嘛，你可以去学习，嘿嘛哈。清新上好心美意，在今后的方式。自信啊，有时候也不管说。也要适时给自己鼓励。对啊，其实那个有时候唱歌就是整个这个味道，你可以把那个味道唱出来。技巧做的练习，技巧可以练习，嘿嘛，清新上以后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感觉自己一点点进步，也要给自己鼓励，好不好？哈，好吧。这个自信的刘成瑜拿回来。嘿，好了，看分数了哈，看一下刘成瑜的分数。好。95.7分，累计分数192.7，来出红包。好来，还有66大顺，来，看你能抽到。能出哪一张？随便抽一个，你呀，2张来。好，搞不好1000块啊。1000块也不错啊。那如果是那种什么礼物，可爱礼物的那一种，你觉得呢？你觉得还可以吗？一个人住，搞不好抽到那个他会觉得很开心。拿去送朋友啊，巴结学长姐。有钱呢！哎呦，我们还有600块嘞，罗哥加码。好了，我加400。加400，凑1000。我加1000，好吧？1000，好不好？可以吗？来，医生去拿罗哥钱包出来。赶快，去拿，我皮包在里面哈。我先拿个600块过来啊！好，来，600块啊！吃红，600块这样感觉好美哦。对啊，懂奖呢。把它摊开以后就觉得好多的样子。然后这样等罗哥还要给你加码1000块，对不对？拿到了没？罗哥真男人，说到做到啊！来，1000块哈。好，这个要把它当成那个梦想金，好不好？罗哥给你的梦想金，你可以不用啊，当发财金也不用在正条下杯啊，所以我正条下杯，梦想成真，好不好？哈 ，OK， 加油，好了。什么诚意？安子 C， 好了，杀落总停止带来韩多路，来。张左比张。好，刚刚我加码，现在就换你加码。对啊，加码1000块算什么？我告诉你，我有多少给你多少。那可以啊。这我的笔包，这个身份证好像是罗志峰。嘿，你
在舞啊。两条法脸的舞用，黑毛哈，法脸落全部都要用两行都。跳啦，这不脏脏，擦这不呛呛。擦玻璃啊，擦玻璃啊。陈怡前面有跳过，我家露台露每个地方对对，全部都有法脸的这招牌曲啊，私密欣赏的歌。而且跳舞的人好像很喜欢穿这种工作裤哦。因为比较宽松，不会卡住。对对对。哎，你上礼拜好像某跳舞对吗？我上礼拜对没有。没有，好了，这个礼拜来。俩礼拜会跳针的，嘿嘛？对，没错。俩礼拜会批跳麦，会准批哈嘛？没关系，可以直接来。是这样的，可以直接来跳一下。但是我想要先脱个鞋子。哦，抢！为什么要脱？需要帮你脱吗？因为这次舞蹈，因为这次舞蹈是现代舞，所以穿鞋子可能会不太方便。先脱衣服哦。对，比较类似，对。哦，来，来偷拿，来偷拿，嘿嘿。哎，有味道哎。哪有？跳了才有味道。跳了。好，阿勇准备好了哈。好啊，阿勇就开始喽。哦，我们地板很脏呢。总挺直的舞头。哟。哇哦，等下3个来一起尬一下。感觉哎，那个拉的那个感觉，还有芭蕾舞的感觉，对，很厉害哇！现在小孩子都好棒哦，跳的真的很有味道。我没闻到。好，对，董雄，某咪头，某咪西，冲出来，跳出来，精彩，厉害。唐欣赏的公平，来唱一环欣赏，挺直，欣赏好。你记不记现在跳歌曲，我感觉懂是怕你冲，因为你有那个14岁女生才有的那种很干净的声音，对，就是你可能以后就知道了，就是很快就老了。虽然我也没有，虽然我可能也没有到那么老，但是我觉得我已经唱不出来那种干净的感觉，所以我听到的时候我觉得很羡慕。对，一开口就觉得哇，对。你把这首歌唱成你的风格，所以我觉得还蛮清新的。对，就是觉得没想到诗慧老师的歌也可以变成另外一种感觉，然后一种咪西。对，然后你有去给他加入舞蹈的动作，舞蹈的律动在，我觉得还蛮特别的。你们应该想到，因为诗慧老师坐在车子里。然后就是牛仔帽这样子，我觉得真的是另外一个感觉这样，对，所以我蛮喜欢你的诠释。谢谢老师。什么一环欣赏？我妈开问题。好了，快给个分数了。快拿总挺直个分数。97.7分，累计分数是195分，公关。朱凤宝，还有5个来。朱凤宝，给你挑。来，换得出哪一家？我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的人。选择困难哦。那怎么办？那我帮你选。好，等一下，我想一下。好，我选这个好了。好，2张后。选择。天哪，太激烈了！哇，这个天掉下来，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天降甘霖。天降甘霖。来，绝对是好事。1000就1000个！哇！1000个！今天的奖金都被抽掉了。真的嘞，因为钱出掉了嘞。对啊，好棒哦。
不要说我都没有贡献。对，我要贡献吗？我该贡献吗？有啊，你要贡献什么？我要贡献吗？你要自己加码的。我帮你拿的，是不是？我帮你拍它下来。对啊，所以他才会变1000块。真的，你先拿着。所以你要加码。1000块这种小事啦。哦，刚刚我加码，现在就换你加码。对啊，对啊。加码1000块算什么？多少给你多少。不然可以啊。这我的皮包。这个身份证好像是罗时丰。对他，输了假装嘛，2万块有几多钱？2万块有几多钱嘞？没有很多啦。那可以哈，暗盆，来可以哈，那可以哈嘛。好了，我加码1000了，来，好不好？再跳个舞给我看。跳个有味道的舞。说的嘛，要谢谢罗哥，谢谢罗哥，谢谢，安子生，好。哇，罗哥现亏2000呢。对，没关系。对，我客家电视台对不对？孕育我这么久，对啊，付出个2000块算什么？算什么？对啊。那如果2000块没什么，那6000块也没什么。对。一人加码1000。好，明年哈，明年。好 ，OK。什么？各位小朋友，今天玩的开心吗？开心吗？欢迎嘛，欢迎啊！拿到登录了，开心啊！充点去累教，要充客家歌诶，还有刚好有暑假期间，小朋友啊，对啊，小朋友不会穿到红包，係啊，同佢永遠記得講啊，今年哈，我因為唱歌拿到登錄咯，對。但如果真的很喜歡這一行業哈，就要自己努力，加油，好不好？一下哈。好，今日非常謝謝大家的收看啦！咩是夢三位先生？對啊，好，咁昆蟲同組嘅，昆蟲同組嘅，爭2件橋啲，2件橋，哇，2萬塊，羅哥可能會失了魂啊！好啦，來，我哋看傳統組嘅比賽來。哇，太过分了，闹热。來到傳統組天一禮拜後上擂台賽，今位大家繼續加油啊！累積分數都190分就出風暴了，啲幾片哦。係啦，凊彩腳拉拉就有啦啊！上禮拜大家分數同分數都一個嘛，全部有超過95分。有啊！下禮拜冇有乜個問題嘅話，冇事冇跌破，應該冇乜問題。哎呀，老師哈，咩非常的佛心呐。係啊，一定會給他們過的。上一本大家穿錢。對。哎，真的有錢呢哦。開始哦，有冇出到錢呢？有禮物。有登錄咗的送本太子噶有禮物哈。OK，來介紹下評審先生。好，歡迎李秋霞先生、李文芬先生、林彩麗先生。好的，好來咧，有請第一組。第一組係賴有家帶來羅山歌。來唱個啦。好
就搞那边贵边乖哈。嘿，懂厉害嘞。对啊对啊。嘿嘛，很活泼啦。很活泼啊，等一下。你学校还没教条风吧，嘿嘛。你在学校应该人缘很好啊。算是吧。算是吧哦。哦，那你有没有女朋友很多？没有。没有。女生应该很喜欢你吧？没有。没有。那么可爱，你一定很会逗女生。没有。没有，还是你其实喜欢扮女生？有扮过吗？有扮过。有哈。你在学校扮什么？那是一次那嗰時候係運動會，嗰時候頭前有相片啲呢？那照片。藍色衫褲。幾陣？你在表演嘛？該？這是阿拉丁嗎？你做乜係神的嗎？沒有。嗰時上係嗌，因為嗌哋可以唱《冰雪奇緣》，嗰首時上就冰雪奇緣。奇緣。Let it go， 幾條歌呀？嗰首時上就係嗌會扮成 Elsa。Elsa， 給 Elsa。哇塞，你這是超山寨的吧 ，Elsa？ 你應該有得罪老師嗎？沒有。啊，你還唱 Let it go？ 係啊。哎呦，唔會唱哦，啊，你會，你寫團。Let it go，Let it。哇！哦，對不對？我起。來唱頭前。哦，頭前，好。The snow glows white on the mountain tonight, not a footprint to be seen. A kingdom of isolation, and it looks like I'm a queen. The wind is howling like this roaring storm inside. Couldn't keep it in, heaven knows I tried. Wow！ 於是用那個 Singlish， 跟新加坡人講的英文。Tiglish， 沒有些像，很棒。很厲害，還有才華呢。還有呢，哎，你每個禮拜都使喚我們主持人呢。送禮拜幹嘛？嗩吶，盆太嘞，倆禮拜又要編碼東西。來。我要吹的是Celine Dion 的 The Prayer。哇 ，Celine Dion 的 The Prayer， 我要跟上個禮拜共用。吹上個禮拜那一首，好不好？要上禮拜那首可以吹嗎？不是啊，他要吹 The Prayer， 還是你要吹國歌？我們先來聽他吹有難度的。為什麼要先喊一下？優秀哦，厲害哦！對，後堂呢，我知道。很棒哎，你真的很有才華。對啊。好啦，先來唐先生公平一下哈，來唱秋下先生。給咪捧個小喇叭，你專門要用氣的。嘿，氣動腳哦。氣腳，上禮拜本來是考試去捧到面風之災，你話很簡單的哈。其實上禮拜緊張啊。差一點要腦中血。我講說老實話，你專門用氣。系列冇咁簡單哈，可能佢哋製作單位非常嘅有心情，都按到小朋友、可愛小朋友，要有嘅先生突然來哈，本來非常嘅感動，咁樣啊，看到小朋友都該好台安啊，有可愛，後就會唱上係非常喜歡了小朋友，所以你薪火相傳，非常重要。哦，希望大家吼訓練要下小朋友講下唱歌、唱山歌，也唱流行歌曲，多做啲，加油！哦，什麼先生？好啦，哎呦，我看累積嘅分數啦，係啊，看一下禮拜度分數啦。好，來看一下賴優家嘅分數。來。分數97.3分，累計分數係195.3分。
来，又加落多两片哈。来，你的厨房包啊，哈，来。对，吃加出一个。要看你要抽哪一个。看你要抽哪一个。天兵天将下凡来，是不是？对。 10个而已，你是算有100个是不是？哦，这个好，来通知。你等一下，你刚是念什么？你调音麦，我们你转了俩，乌腿东。你刚刚念什么？你调音麦。哦，你念好多点兵点将点什么？他好像在讲咒语哦。我看一下。 咒术回战是不是？点名点到谁？哪一个就是妈妈帮我带来喜运的红包？喜运，喜运哦，还不是好运呢。喜运，哎，你给他抽，你抽什么？哦，来，太习惯了，动你出来。哇！奖金5000呢！哇！哎，你抢一张不5000 K 位吗？哇，那后面大家那后面还有5000的吗？要不会很油吗？没嘞，没有了。那你们要不要回家了？哎，你妈妈真的带给你喜运呢！来，自己拿，自己拿。就给他抽走了。哎，贴上5000 K 我就不给了呢。你太狠了啦，你。要开心。 开心哦！这个钱会有你的份吗？还是全部都妈妈的？全部给妈妈。好，哎呦，好乖哦！过路财神。好，来恭喜你，恭喜哈！安子生。好了，好了，沙雷嘿，胖羊真带来平板。好嘞，躺开啦。 人哋出，佢出來，佢錢已經包出來了，會寒嘛？哎呦，給你一點溫暖。不會誒，他都是很暖誒。對，沒有聲音真給唔講寒。啊，你有沒有才藝表演？有嗎？剛剛有搞吹小喇叭誒。嗯。你有沒有才藝表演？有哦，你那表演嘛？該？吹直笛哦，沒噴他的哦。啊，直笛放哪裡？你直笛在哪裡啊？我去幫你拿。哦，他看到直笛了。阿貝看到直笛了。是那一隻嗎？是哦。 我看一下啊，沒有我的事。好，你要吹什麼？你自己介紹一下。瑪麗有隻小綿羊。瑪麗有隻小綿羊。什麼歌來 ？Mary has a little lamb， 是嗎？你也不知道。反正你吹就知道了，吹來，我們幫他收音一下。來，這個孔要幫他吹。 當當當當噠噠噠啊噠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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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嘿，哦，现在小孩子吹都懂厉害的。嘿呀，
哎，不过是有好上一腔有好，学校是不是有学笛子？有啦。那是有好的时间，我是我们班吹笛子冠军呢。哎呦，真的。你也那么会吹啊？我很会吹啊。我应该打个出来吧？我是吹牛冠军。哦，你肯定是吧？对啊。好棒哦！好棒，好来，每个小朋友都多才多艺耶！好，表演完了哈，来唱欣赏公平哈，唱文本欣赏。小妹相旁名扬金，唱山歌从来是动人情。小小年纪来唱平板，平稳从来是有用心嘛，有用心。哦，欣赏直接作词嘞，你看，首先按电影上嘅四下模样吼，大家看到就当欢喜。伊个今年嘅平板咪传来一平顺一顺吼。咁讲呢，最尾一则事，我唱头弹到咪感觉当好。最尾一则事欠戏，其实唱到欠离。哎呦，错唔错词咧？所以係看電視嘅時間注意一下，最尾一則事要唱唔唱哦？繼續留喺你嘅山歌傳心海，好嗎？好嗎？好不好？三哥加油，可以嗎？好，沒關係，一個小錯字。哎，加油！加油！加油！什麼欣賞？好來，來，那我們要來看你分數，看有沒有190分，好不好？如果有的話，現在還有3000塊的獎金。還有3000塊，我剛剛看到禮物也很棒哦。有。好，來，可以啊。旁陽整個分數。有啦。恭喜，超過190分了，我們抽紅包。來，出粉包哈，來這裡，這邊，你也要點一下嗎？天兵天將下凡來看阿婆哪個或是姐姐，給我一個喜運呢啊！你要抽哪一個？你會抽哪一張？哦，2張，客廳哈，來，你自己吃。好，來，舞台中間開。好，自己拿出來，快點嘛，我幫你拿這個。阿姨幫你拿這個，你抽出來看看是什麼。膝蓋拿出來。好。哇，太過分了，鬧熱。這個1元復始，哪個東西？啊？這是過年放錯的啊？這個跟明謝惠顧有什麼？對啊，你快錢不如。對啊。1元復始是什麼意思？你知道嗎？就是好的開始，每一年都會有好的開始。就是你就會成功一半了，好不好？而且我們旁邊好像沒有人拿東西來，所以真的就是1塊錢呢。這個，他說，等下看姐姐會不會抽到3000塊，好不好？他說我去廟裡拜拜，人家至少都10塊錢呢。對啊，那個都連着拿那個。兩盆菜的呢。對啊。哦，有啦，有蛋嚕啦哈，我們有準備禮物，等下下台再給你，好不好？啊，等一下3000塊給姐姐抽，這樣你們就有3001元復始。對，哈，從1元開始就會變1億元這樣，啊，是不是有點太快？太快了，男仔搞要去買樂透，對不對？沒黑啊，沒黑啊，威力彩就中了，對不對？沒黑哈，拿了樂透彩，把那1塊錢放進去，對，兌獎的時候就中獎。我們之前有個參賽者就是這樣子啊，哦，真的哈，他就是真的去買啊，然後就中了大獎啊，地產大亨嘛，對，兩個之後唔得講啦，咁我永遠同一價錢哦。好來，殺下來，殺落去逢少而得來落山歌。好嘞，彈過來。講一個日本女鬼故事。好，來。啊，請觀賞燈。就是之前有一次，有一個實驗室裡面有一個學校，裡面有個實驗室，然後裡面有很多籠子。籠子。對，後面裡面提到籠子。幹嘛？总应是
看伊就懂成熟哈。啊，你唱过没？懂稳。嘿，很稳啊，嘿啊。哇，声音阿很教的好，他大大小小的场都有去嘛，海选我就遇过好几次。哦。嘿，还会参加天川日的比赛嘛，对不对？哦。哎呦。嘿，那你有没有什么才艺表演？没有。没有，你很会编故事啊。对不对？你不是为了要吓同学？你不是很会讲鬼故事吗？讲一个日本女鬼故事。好，来。啊，就是请关场灯。就是之前有一次，有一个实验室里面有一个学校，里面有个实验室，然后里面有很多笼子。笼子。对，后面里面提到笼子。干嘛？干嘛？吓死！干嘛乱叫啦？灯又关着。好了，然后好了，我们灯不要关。然后笼子，然后呢？怎样呢？然后你不要再乱叫。里面有一个小朋友，然后呢，他看到外面有一个人，然后后来他就看到在门口里，然后看到有2个，后来有一个长得有点像医生，然后脸上绑着绷带，然后忘记了。对啊，这个是个故事啊，我。又来，你忘记了？对啊。所以他是一个，是医生还是？那医生，现在里面是有个医生吗？对啊，那里面有医生，然后绑着绷带。然后门口有一个人。对，有个女孩。有个女孩。对。然后有个医生，然后绑着绷带。对。然后你就忘了。对。我那时候看 YouTube 找的。他被你吓忘了啦。好了，冲水了，对不起，白色啊哦，欢迎讲到来唱蔡丽欣赏公平哈。好，小鱼哈，伊今日创喺路山歌，创来行云流水，清平顺呐。好，阿基他很棒呢，佢唔會，我要聽佢講，佢唔冇馬尾講下。唔過佢家創山歌吼，跟老師。老師親章呢，佢連創路山歌吼，佢當到嗰種入嗓詩吼，他都處理得很好哦。就是入聲字的時候，他都有收口，唔會從人來清唱。好，他真呀，幾數路山歌佢創來十分好呢。對，然後他只是說可能吼。有一些些的緊張啦，看起來有一些些緊張。唔過佢今日亞蘇路山歌從來比上禮拜還好哦。他今天很棒。有讚哦。對啊，小魚要繼續加油哦。繼續加油。不要被我嚇到啊！哈。還好是先唱完才講故事，這個不能動。那我們就來看分數了哈。看累積分數多少？看一下馮少一個分數。97.3分，累計的分數係194分。哦，恭喜過關的哈！來，小雨來出哈。來，你要念咒語嗎？一個房間有個女孩跟一個醫生綁着繃帶。2隻，好，你自己出下來。哇，來都不太懂哦。好，我們開牌啦啊！歡迎他，這個拿出來，你自己拿哦哈。哇！獎金3000元，謝謝大家。哇！運氣很好，運氣很好哇！開不開心？開心啊！現在就不會被嚇到，對不對？阿姨頭都昏了。對，你看，我剛就是故意這樣啊一聲，然後好運財神就跑到那邊去了，對不對？哦，他剛剛是送財神過去，對，開心嗎？開心。裡面可以抽一張起來嗎？阿姨剛剛有嚇到哎。你還跟小孩子在爭。好了，恭喜你啊！3000 Q 獎學金。來，可以。活着休息。等一下回去就要上繳給阿婆了。對啊，你是要給阿婆還是自己用？自己。還有獎金，還有，對，還有很棒的禮物，大家都有哈。OK， 好了，殺了旁邊帶來3個字。好嘞，等過來。彩明流。
什么嗨噶？你好，姐姐啦，姐姐阿姊啊，你好啊，给汉语称号哦，嘿嘛？对啊，哦，唐讲嘿，人班风给汉语称号的，嘿嘛？你是班上课语最好的吗？啊？你还是你在不太确定，唬我们的，对啊，骗人的，有些人跟我差不多，有些人跟你差不多，所以你不会做的嘞啦。所以你黑发做讲都好嘛。酸做的嘿啊，酸做的哦，不然我这张要丢掉了。啊，对，你拿那一张是什么？几个加分题，嘿，朗读嘛，你那朗读做嘛？你要朗读对不对？加分题，朗读，来，用客家话朗读，嘿嘛？嘿啊，嘿嘛，好来，你自己拿，按头拿，按你用个麦克风音。来，我麦克风我帮你拿着。好，你自己拿等对。背起来了。你背来了。你背来了。好厉害哦！来。没有，那你到底要干嘛？今年我爱朗读嘅文章係先強用梅書下講用梅。用梅書下講用梅，好。是土包，是利基，是用梅秋書下期。5月節寒芒島，好高中嘅用梅秋打到凍結咧，就放嘅用梅。細粒的，像數字米暗太粒的，食起來酸溜溜的。先生很愛到一沙青一頭樹的，同一條長長嘅楊梅樹挖下來，愛牙起蠟筆，挖起一粒一粒，又太粒又黃又圓嘅楊梅。想起個甜酸啊，甜酸的個米絲，後南水手搭搭地裡哦。厲害哦！厲害哦！對啊，高高同章啊！你係是比賽過嘅係嘛？係啊，有得去比賽過嘅搞那個文稿，你有去朗讀比賽嗎？朗讀比賽有得名嗎？得第幾名？第一名哦，唔過所以厲害啦。你要大方一點。係啦，冇緊張。姐姐問你，阿姨問你話，你就要大聲回答。對呀，好，來，這麥克風交給你。好 ，OK， 好，加油啊！哈，唱秋下欣賞嚟公平一下。好嘞。今日咧委員嘅選粹學作嚟有客家特色，唔過開心啦。係，嚇唱歌開心哦，歡喜，就會健康，會平安。哦，呢一點我希望大家嚇，將你嚇。能夠你將你啲客家歌謠攞佢傳唱，所以山歌長春傳唱出面嘅，他嘅就歡喜少年咧，加油！好，什麼先生？好嘞，來看一下旁邊一個分數。來。96分，安永係191.3分。過關嘞哦！你秋下欣賞有我補充嘅部分係嘛？補充乜嘅？基本上今日嗬，當然要比上禮拜還好。如果你記得，你就出聽一句好彩演嘅，你就會多少照應。第四句全本自順。所以你就哦。好彩就演咯，cái呀，你只演技，你就多數照演，所以談。所以你因為呢三國志也唔係講，因為拿到你的三家人的變化，冇按容易，但你高演嘅素材，你就會多數會照演。你點唔少老阿鳳、阿金啊，多學。你係兩集係劍曲嘅嘛？多創作啦，多創。係啊，多創啊。多創咩？多談音準，音準當創業話。好，你繼續加油啦！加油！音準問題，受口嘅多多練習哈，來，好來，來出一下風暴咯。來，V，人上到黑歌，我出當風嘅嘛。也係下杯嘅咧，自家來試一下，你出哪隻？嘿，我出嘅就係自家拿。好，你來到舞台度哦，來開獎咯，看出到乜嘅東西哦。來，看一下，誒，毛小孩商品組。哎呦，來請等一下呢。哎呦。
喵的个腿，还有底部肚还有东西哦。你有养猫吗？但是猫咪很可爱啊。你有养猫还是养狗吗？我有买过一扎这种包小的，你看里面还有哎，东多东西哎。哎呦，你还蛮可爱。哇，里面很丰富。这你认得他是谁吗？哦，还有这个嘞。哎，很1万多呢。哇，里面你看，哎呦啊，可爱啊，对啊。哎，等一下啊，2000多东西呢。钻石化呢。哎，可以贴哦，你会。还有。哦，还有这个哎。哦。天使捏的世界周得用个 USB 的电风扇，东多东西呢，朋友们，咱们走的啦哈，跟妹妹分享，妹妹等一下也有，但她没有哈。这个都是我们制作单位去夹娃娃机夹来的。嘿呀哈，他们也算很厉害，夹到的奖品很好。对。好 ，OK。哦，哎呦，恭喜哈，谢谢。是梦两礼拜的参与啦哦，哎，好，来，撒下来，昌年鱼带来落山歌，来弹个啦。山歌好唱，又好听歌词了。全国客家儿童合唱团出来的，你唱到俩下几多年嘞？我唱差不多有3年有啊。3年有嘞哦，你参加青岛比赛咯，係嘛？因為呢係國力㗎，所以總得喺台灣比賽。哦，你出國比賽啊？團長啊，最近有講，同呢都要去出國比賽。最近沒有去日本表演。表演啊！跟你也都出去比賽，吞滿演比賽，有去哪一隻國家比賽？韓芒去啊！韓芒去哦，3年內韓芒是去因為遇到疫情。哦，疫情嘅關係。OK。哦，你還準備咧？我先去日本表演。係。哦。你也的表演全部唱客家歌嗎？應該大部分係吧。有客家歌，沒有外國嘅，譬如講有個匈牙利文啊，然後南非語啊、英語啊、德語，你都會練哦。好厲害哦！你就要讀到青島無腔用國家嘅，咁是因我要表演時節讀到無腔國家朋友，可能會哦。你啊，今年有乜神奇嘅事情？文化交流啦，文化交流聽錯嘅啊。我哋係有2個合唱團。哦，還有哪位咋？一屆就係家下講屆，一屆就係
安尼好教嘅，好教嘅，係，安尼好教嘅是做得比賽，啲安尼國家比賽啊，係，哦，像最近安尼就要去代表安尼新竹市去比個全國賽，安尼都提多名。特優，特優係提名嘅意思嗎？其實特優、優等、優，特優就係90分以上。哦，哇，厲害厲害！安陽就厲害咧啊，都優秀呢。哦，那代表學校。日本好好表演，係嘛？日本青島嘅。先代表學校爭光嘛，係啊。哦，日本係啊。東京嗰邊以前有個崇正會啊嘛，該。係當年都有搖槍。世界各地咩當到客家？唔講日本一槍有佢當年都會舉辦嘅客家喺嗰邊表演交流，係嘛？嘅東京嗰邊。今年係東京。哦，應該就係崇正會搖槍，哦，好好表演哦。代表國家發揚客家文化啊！好，辛苦啦哈！衝出嚟搶分分欣賞公平哈。好嘞，你講什麼黑年戲？奇彩台當就小時時，禮拜衝嘅羅山歌啊！每人不足就下戲。哎呀，真係啊！成日呢嗬，從了羅山歌，其實竟然冇足嗬，就羅山歌就很難表現。尤其係個體育機，每人有好彈嘅每人嗬，就往下墜，彈起來就冇個山歌嘅羅山歌嘅味道。不過還係。當上鼓勵了到成人嗬，多從安尼嘅客家山歌做一個創新。咪希望安尼了隻節目嗬，還擺做得多辦了種成人呢方面嘅比賽。兒童組會哦。本安尼嘅個山歌種子傳承下去。播種。大家強下加油。好。大家。好，什麼先生？好，來看一下哈。看分數了哈。來看一下昌寧一個分數。96.3分，累計嘅分數係191.6分，過關嘞，過關嘞哦！請往那邊走。來，出風包啊！來，唐貢還有現金獎哦。哦，有6個，還有。可以哈，可以哈。好像還有1500的啊。1000塊哦。1500的啊。1000有1000 K 誒，有1500嗎？我不知道。哦。1000還是1500？如果是1500的話，應該羅哥補500。所以就531就對了。應該係哦。好來，看那一張。好，來，中間開獎。直接來看一下是哪一個啊？哎呦，有看到嗎？先眯一下，對不對？哎呦，黑馬該，你要的都在裡面，什麼東西？這真的很鬧熱風格哎，坐在 TVB Gay 吧時間，講得不清不楚。今天又不是整人計劃。這是你要的嗎？還挺可愛的，還挺可愛的哦。它都在裡面，裡面是什麼？你拉開，打開一下，還蠻重的哎。裡面會不會是磚頭啊？哎呦，哎，青島東西呢？哎呦，蠟筆小新。這不是蠟筆小新哦，沒搞，他爸拍頭呀。這哪是蠟筆小新啊？蠟筆小新是一顆番薯、地瓜。你愛嗎？該，這你認識嗎？美樂蒂。美樂蒂，它是美樂蒂，這也是美樂蒂。哇，你喜歡嗎？喜歡。喜歡哦，你要的這真的都在裡面呢。這都蝦皮買的啦。蝦皮買沒有清不鮮吶，係嘛？哦，請等一下嘅東西哦，恭喜你！恭喜！哎，聽日本表演要為國爭光一下哈，好好宣揚一下客家文化哦。好，加油加油！哎，好啦，沙下來，沙落去陳意涵帶來3個字。我哋彈個啦。太太了。
哎呦，厉害！我爱高音哈斗呢。真的，你假以时日，你好好的练，我跟你讲不得了。真的呢，真的不得了。你看，跟中国那个。雕个高音哦，很亮，就爽起嘞。爽的爽起，叫我叫人嘛，厉害的。今年还要参加天春夜比赛吗？今年冇。今年冇嘿，下一次应该会参。因为有冠军。今年那个老师有说要去参加那个超级组，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能力还没有到那么。哎呦，客气了啦。难讲哦，还冇吼。就要去比一次看看。再多练一点，然后明年有机会就是看哪一年再参加。你会想要唱流行歌曲吗？会啊。客家流行歌曲有学到哪样多条？冇按到。还蛮好嘿啊。有看黑就会小时候会练的那种，像童年梦啊，不然就是对，不然就是哈嘎莫耶啊，对，还有什么嘎莫耶，对哈，对，就是它中古流行的。那你平常会不会听一些华语的流行歌曲？会，他连韩团都听了。哦，对，谁的？那你都听谁的？我听很多歌手，可是我自己最喜欢的是，就是有一个乐团叫做告五人。告五人清风啊，你很优秀，真的哈。冲水了，抢彩礼欣赏了公平哈。好，意涵基冲来清后啦。他今天这首歌唱的，可以说没有缺点啦。给他高音好懂啊。对，而且他的给他音色，然后给冲强，很特别，就是他个人的特色。对。他拜去 No Boy 唱歌哎，人家一唱就敌哦，这就是以前在唱歌的那种感觉。对，再来，我觉得他给亚哈，因为亚哈年纪，好，他现在年纪就是已经算是可以讲是一个大小姐了。好，所以古说给亚哈亚年纪唱歌哎哈，就是要试着把整首歌唱得更柔顺，然后更流畅。对，这是你现在要进步的点，对，因为你从我也讲发老师给的你全部就懂腔，可是你现在就是老太人必说的时间，你一定有差别，就是韵咪的部分，好，再来安用版周韵这个很强安用版型，所以你现在要想办法呢，把山歌的部分，好，唱得更柔啦，对，因为像刚刚给唱过的。是很有 power 的，尤其是到冲山狗子给狗也没 v 手，好，但是其实因为我们是女生，我们唱歌的时候还是要带一点，就是我们女生的那种娇啊、柔啊，好，扭音的对，冲出山狗，你看哦，你冲在山狗会扭音，对，就像我们吉娜姐讲的一样，就是你唱什么歌曲，该有怎样的方式去呈现。山狗呢，我觉得还是要有柔，好，所以可以再多听一些前辈唱的歌，然后去进步。我相信你未来一定会很好，超级组的冠军在等你哦。大有可为哦，有心情嘛，充电的哈。要不然你就是来这里比赛，每个老师都会给你指点。大礼拜都会很公平，就会进步请讲哦。好的，看一下几个分数。好，看一下陈意涵的分数。98分，累计分数195.7分，恭喜啊！哇，有信心啊，嘿嘛，动力会。来，请往那边走，好来。出风包。还有5张呢。还有5张呢。可能出哪一张？3+3+1+8。3+3+1+8。你是在叫我算吗？15。他们的一些算法都好独特，不要这样，这个出来了。好嘞，哎呦，转都不推动了，出动买东西。好，希望是1000块，3+3+1+8，1000块，不要那种垃圾红包哈。童趣包包组合礼，童趣包包，2款以内。一枪Apple 给推的，来为你展示一下。对，不过其实质感蛮好的，很适合配他今天的衣服。你不也搭配啊哈？底部都没有东西呢，要打开了看一下。你去给他打开了看一下，来同来俩亮片。两枚有牌的呢。
迄公司啊，冇会绑，给绑了，大家。哎呦 ，Hello Kitty 呢？新头 Kitty 的东西嘞，你喜欢 Kitty 吗？我个人是不喜欢三丽鸥，但是没关系，因为我同学不喜欢三丽鸥，我可以拿去送我同学。哦，真的哦，你好大方哦。哎，他很多 Kitty 哎，同学一定很爱你。他全部都 Kitty 哎，全部都。还有一个小包包。对。哎呦哈，恭喜一涵哈。这应该是也是。一休加油啊！应该也是虾皮买的啦哈。来，隔日到货哦。对。来。哎呦，好。来，等一下，你那个。什么一涵？聊松本养成呢？哦。哎，你肯不可以太起来都有奖啦啊！来。OK， 谢谢你，银针来，什么遗憾哈？等来哦，来。银针，因为你只有抽到1块钱，对，制作单位觉得对不起你，对他送你好多毛巾哦，对他怕你冷到，你看，现在有野餐垫，你穿太少了，对，然后野餐垫哦。还有小熊维尼，哎呦，这不是小熊维尼啊，这是玩具总动员，这是玩具总动员礼物包啦，好，抱回家。喜欢吗？可以吗？哈，把拉链拉起来，要不然等下原路掉。啊，你下去再拉，下去再拉。你小心有点重哦，哈。OK， 好。哎，是蒙狗比小朋友啦，哈，表演都请活动。今天你们开不开心？开心吗？啊，开心吗？很开心，应该很开心。开心，你最开心，你一下就抽走5000块。一条啊，出动5000块，也没有拿下一本牙梅，都有哈。最让我们敬佩的是，要有些朋友的哈，讲真的，愿意了学客家话，愿意了讲。学客家歌，真的是值得敬佩了。烟雨了后，西又冲的后。对，好啊，你们继续加油啊哈！好，阿伯跟你深深一鞠躬，好，来。姐姐跟你深深一鞠躬。好了，姐姐，我有点脚软，嘴也软。再鞠躬，好来。啊，3鞠躬，好。不要了。好了，好中国的朋友加了报名啊！打电话落去人叫66667人6人等台，一个打电话。好，今天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还没有多谢3位辛苦的评审局长，谢谢。自身辛苦嘞，谢谢。什么你的小朋友哦，继续加油哦，传承你的客家传统文化，万子 C 加油！什么小江老师啊，有没有最欣赏万子 C？ 谢谢老师们，谢谢。那个编创工作也辛苦了，万子 C。好了，下礼拜我唔记得一定要准时收看呢。老年大旅队，老年穷下来，真的。